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日係4月19號星期二嘅上晝啊，咁啊開始今日嘅節目之前咧，同大家影翻啦。今日呢度地方咧係澳門嘅 Studio City 新濠影匯。好啦，咁啊開始回顧翻上日港股嘅走勢啦。咁啊，港股咧喺跌到去21,000點嘅時候咧回穩嘅。咁啊，正如上日嘅預測一樣。最主要係因為咧多哈嗰方面咧，油組國嘅一個會議咧，令到市場對於咧油組減產咧係一個失望嘅情況。咁啊，油股咧就相當之大嘅一個跌幅下跌之後咧，反而係從一個即日嘅高位收市回穩嘅。咁啊，隔夜嘅時候咧，港股咧亦都相信咧可以帶動到今早咧恒生指數咧可以高開約莫200點。咁啊，即係短線之內咧，正如尋日嘅預測啊，恒生指數喺21,000點嘅位置咧，正式企穩，反彈收市，同時咧今日高開200點，去到21,300多點嘅位置。咁啊，預測咧恒指可以繼續喺現水平企穩嘅。留意翻啦，雖然上日上證指數咧係叫做有一個跌幅喺度，咁但係我依然睇好後市 AH 股嘅一個走勢。咁所以咧，繼續留意翻內險同埋內地嘅券商股份，希望大家咧都有喺上日21,000點嘅時候咧，做一個撈貨嘅部署。特別同大家提過騰訊同埋豪賭股，譬如係27號嘅銀娛，相信大家都有做翻一個長倉嘅部署嘅話咧，可以繼續持長倉做一個中短線嘅一個繼續坐嘅，咁就。相信跟住落嚟嘅市況咧，依然係震盪向好為主。上望今個禮拜可以去到21,500點，今個月21,800點，呢個係我哋嘅目標，應該唔難達到嘅。